Hello 小伙伴們，今日瑩瑩睇樓團帶大家睇啟德。其實唔講唔知道，跑道居然有咁平嘅盤，對面買緊52000，呢邊竟然18000買到。兩房單位實用面積392呎，即37平方，玄關位設全新鏡以及鞋櫃收納，旁邊開放式廚房，有電磁爐頭、冰箱以及蒸焗爐嵌入式家電，以不足400呎來算，客廳都很寬敞。露台向九龍灣遊艇會景觀，樓下係內院泳池景。洗衣機在露台方便晾曬，仲有儲物位以及貼心晾曬支架。我哋參觀寢區部分，洗手間乾濕分離，設計時尚型格。房間和客廳同方向，主人房仲有衣櫃位置。呢個單位總價700萬，你會心動嗎？